Gigi 炎明熹回歸舞台，一場最後一刻嘅驚喜，定係一場精密計算嘅完美佈局？各位觀眾請坐穩。城中熱話，久未公開露面嘅炎明熹 Gigi 終於要回歸舞台，而且一出手就係王牌，擔綱全新原創粵語音樂劇《一束光高坤的記憶》嘅重要角色。官方消息講得輕描淡寫，話 Gigi 係喺最後一刻獲邀驚喜加盟。聽落係咪有啲似電影裏面主角喺危急關頭威猛登場拯救世界嘅橋段？但係等陣件事真係咁簡單？如果我哋戴翻副偵探眼鏡，仔細睇睇呢部劇嘅幕後班底同角色佈局，一幅更精彩、更係計過度過嘅藍圖就會慢慢浮現。呢次唔單止係一次復出，簡直係一場為 Gigi 度身訂造嘅女王歸來加冕禮。舞台之上，4大主角交織，一場詩意嘅記憶之旅。首先呢，我哋大膽估想下呢部劇嘅創新敘事，與其俾 Gigi 扮演一個真實嘅歷史人物，一個更具藝術張力同埋想像空間嘅選擇，就係讓佢主演一個抽象嘅擬人化嘅角色光。喺呢個設定下，其他3位實力派演員嘅角色亦都變得更加立體同關鍵啦。炎明熹飾演光啦 ，The Light 啦，靈魂引導者啊！想像下 Gigi 將化身為高坤一生精神世界嘅投影，佢唔係一個人，而係科學靈感、不屈信念與流逝記憶嘅化身。佢嘅表演將會超脫寫實，以歌聲同現代舞為主。喺高坤少年時，佢係點燃化學實驗嘅好奇之光；喺高坤被全世界質疑痴人說夢時，佢嘅歌聲將化為佢內心堅定嘅信念。而喺高坤晚年，佢嘅迷茫同破碎，就係高坤遺忘嘅痛苦。Gigi 將會係貫穿全劇嘅靈魂線索，用最空靈嘅方式演繹最深刻嘅情感。鄭君熾飾演高坤 Charles Kỳ，現實承載者。如果 Gigi 係抽象嘅靈魂，咁大狀王主角鄭君熾所飾演嘅高坤就係呢一切嘅人性錨點。佢將獨力挑戰由青年演到老年嘅巨大跨度，成為全劇嘅現實主線。觀眾將透過佢睇到一個真實有血有肉嘅天才，嗰個喺實驗室固執己見嘅年輕人，嗰個面對學生抗議卻選擇包容嘅謙和校長，以及嗰個晚年記憶衰退，面上卻掛住孩童感純真笑容嘅老人。佢同光嘅互動將會係理想與現實嘅碰撞。葉巧琳飾演黃美雲 Gwenko， 人間守護者啊！葉巧琳嘅角色將會係全劇最溫暖亦最催淚嘅人間之光。佢唔單止係高坤嘅妻子，本身亦係一位傑出嘅電腦程式編寫先驅。佢將演繹出一位獨立女性點樣為咗愛情同家庭，一次次放低自己嘅事業。更重要嘅係，佢將展現出喺高坤患病後嗰位堅韌不拔嘅守護者形象。由初期因誤解而爭吵，到學識假笑安撫丈夫，甚至閃過輕生念頭，再到發明假喊嚟化解丈夫嘅脾氣。呢個角色充滿咗無私嘅愛同人性掙扎，係故事中最堅實嘅情感基石。陳海怡飾演高坤嘅母親緣起見證者。陳海怡嘅角色雖然戲份可能集中喺前期，卻係一切嘅源頭。佢將代表高坤科學好奇心嘅起點，由擔心個仔自製泥炸彈嘅危險實驗，到後來支持佢轉向研究無線電。佢見證咗嗰束最初嘅光係點樣喺高坤心中點燃。佢係呢一段傳奇嘅序章，為主角嘅性格塑造提供咗溫暖嘅家庭背景。舞台之下，一場心照不宣嘅精密操作。好，講完夢幻嘅舞台猜想，我哋翻嚟現實，揭開嗰個所謂最後一刻邀請嘅神秘面紗，睇睇呢部劇嘅幕後鐵三角，你就知呢盤棋落得有幾大。編劇及導演李敏，關係解密。仲記唔記得令 Gigi 演技初露鋒芒嘅 TVB 劇集《青春本我》？李敏正正就係該劇嘅總導演兼編審。佢唔係聽人講 Gigi 識做戲，而係親手指導過兼且深知其潛力嘅人。音樂總監嚴麗衡 Johnny Yim， 關係解密作為金牌音樂監製，佢同星夢體系嘅歌手合作無間。網上流傳嘅相片中 ，Gigi 仲曾經同埋一眾星夢學員開心咁為佢慶生，私交甚篤。佢對 Gigi 嘅聲線同音樂特點了如指掌。榮譽顧問周國峰，關係解密呢位係業界權威，佢曾任香港電台高層，
後加入 TVB 體系擔任中年好聲音評判，人脈廣，地位高，佢個名就代表咗品質保證呢個。睇到呢度，你仲信唔信呢次係一次偶然嘅驚喜加盟呢個組合，更似係一場萬事俱備，只等你自由嘅完美計劃。最耐人尋味嘅地方喺邊？就係時間點。按道理，藝人喺合約期內理應唔能夠同外界洽談新工作，但係呢個幕後班底似乎對 Gigi 嘅合約狀況了如指掌，能夠喺佢恢復自由身嘅第一時間就將劇本同合約遞上。咁巧合嘅事點樣發生？呢度咧就引出一個合理嘅懷疑，呢場操作好可能咧有一位熟悉內部運作嘅人喺背後穿針引線。我哋唔需要指名道姓，但係可以想像，要促成呢一件事，需要有人能夠掌握精準資訊，清楚知道 Gigi 合約嘅確切完結日期以及佢嘅未來意向，整合黃金班底，將李敏、嚴麗衡、周國峰呢幾位最了解 Gigi 嘅猛人完美地組合喺一齊，確保順利過渡喺一個合適嘅時機，以一種對各方都有利嘅方式完成呢一次無縫交接。呢種心照不宣嘅默契，令呢場最後一刻嘅加盟睇落更似一場精心佈局，為 Gigi 鋪好康莊大道嘅漂亮操作。呢次合作唔單止為 Gigi 提供咗一個極高質素嘅回歸舞台，亦都為佢嘅前公司保留咗一份情面，達成一個皆大歡喜嘅局面。所以當我哋11月行入東九文化中心嘅時候，我哋睇到嘅將唔單止係一位年輕偶像嘅回歸，我哋將會見證嘅係一場融合咗頂尖藝術構思同精明行業策略嘅華麗盛宴。舞台上佢係捉摸不定嘅光，舞台下佢係眾星拱月嘅焦點。各位 fans 準備好你哋嘅掌聲啦，因為呢一次 Gigi 炎明熹嘅回歸注定光芒萬丈。